主后2022年8月28日，西利教会主日礼拜。圣经约书亚记19章，咱来对49节读到51节。以色列人照地界分配土地完成了后，就将因中间的一块地，予恁的囝约书亚做家业。因照上主的命令，将约书亚所要求的城予伊，就是以法莲山区的亭纳西拉，伊就去做迄个城，住伫遐。以上这个就是祭司以利亚撒甲恁的囝约书亚，以及以色列逐支族的族长，伫示罗会幕门口。上主的面前抽签分予逐支族的家业，安尼因就完成土地的分配。以上愿主照咱所听读伊的话，大家平安。地理、历史、文化往往是互相相牵连。住伫海边、水边的所在，水产、海产较出名，有的水路还阁比陆路较要紧。若是住伫山区也是山边，嘛有山地的风光甲特产。俗语咧讲，靠山食山，靠海食海，这有伊的道理。住伫无同的所在，自然就会发展出无同的地方特色文化。若是人的脚跡甲活动，就形成历史。所以伫中小学的课本会分做地理、历史、社会的课程。除了单独读，也会当合咧对照读，才会当读了较有趣味，看了较深刻，也较会当活用。咱咧读圣经也是安尼。圣经主要记载是用迦南地、巴勒斯坦也是以色列做中心的中东甲地中海周围的世界做要紧。地理、历史、文化会对着无同时代时期产生变化，彼此之间也会互相相影响。所以有时当咱咧读圣经，也着爱借助圣经的工具册帮衬，互咱通有新的了解甲启发。咱伫即几礼拜伫读约书亚怎样分配土地予以色列9个半支族，看因受分配的土地位置、区域有倒一寡主要的城镇。有时阵针对某一个出名的城镇，就会发生一寡历史事件、故事甲人物。这个部分，假使咱若有兴趣，咱会当搁去看相关的资料，会互咱伫读圣经变搁较立体化，也较趣味，搁好参照是咧旅游，互人身临其境，深刻感受一样。咱伫即礼拜圣经的进度是约书亚记第19章到20章。19章是记载还有6个支派因所分配得到的土地产业。20章是因设立6个避难城，规日本译做刀闪城，中文译做刀城。等大声，咱来看分段。第一小段是19章的第1节到第9节，这是分予西缅支派的土地。西缅支族因所分到的土地是伫犹大支族的土地内面，挂一地予因做家业。这也是12支族中间比较特殊的分配土地的方式。西缅的土地4块链长，拢叫犹大支族包围地。西缅甲利未也照以色列的大族长雅各所预言的，
分散伫因兄弟的中间。这会当参考《创世纪》49章第59、第7节。第二段是分予西布伦支族的土地，19章第10节到16节。第15节有出现一个叫做伯利恒的城镇。这个伯利恒甲耶稣出世犹太的伯利恒是共地名，毋过是无共所在。西布伦的伯利恒位置是伫加利利的拿撒勒西北大约11公里的另外一座城。第三小段是分予以撒家支族的土地，19章17节到23节。以撒家甲西布伦支族因所分着的土地，甲其他的支族比起来，是算真少、真少的地。毋过，因有甘地气候上好，土地也上肥的伊斯特伦平原。搁伫第二章，因的位置拄好会当控制甘地南北，所以嘛是一个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是战略的要地。第四段是伫19章17节到23节，这是分予亚瑟支族的土地。亚瑟支族因所分着的土地，伫甘地西北边，一面倚地中海，另外一面是沿海平原。土地肥，交通也利便，毋过也因为安尼，也常常遭受外族的势力扰乱以及影响。第五段是分予拿弗他利支族的土地，19章第1节到第9节。拿弗他利因所分着的土地，是后来称作加利利主要的地区。这个地区风景上水，也有基尼列湖，就是后来称作加利利湖，也是加利利海。搁伫边也有约旦河，伫这个约旦河的西岸。第六小段是19章第10节到39节，这是分予但支族的土地。但支族因所分着的土地，是以法莲甲犹大各让出一部分靠地中海土地互因。这是非利士人的地盘，虽然是一个富裕的所在，毋过嘛是一个兵险之地。因为安尼，但支族伫迄当阵无才调来占领这个所在，干那取得我山地的索拉伊什德等小片的土地。后来其他人就有往北去到伫离线的所在占领迄个地，改名叫做但。第七小段是19章40节到48节，这是约书亚所分着的土地。早前约书亚伫担任12支派的征探的时，可能甲加勒共款，有甲摩西以及以色列人立约，将来当因攻占迦南地时，会通各自分着因家己喜意的地，做因的家业。犹太支族的加勒已经分着，也取得希伯伦甲底伯的所在。当约书亚已伫完成分配土地作业以后，以色列人也将约书亚所要求伫以法莲山区的亭纳西拉予伊。约书亚就去做迄个城，也伫遐养老到死。第八段是20章1节到9节，设立避难城。
避难城也称作是刀闪城，也是即个刀城。咱伫民数记35章第99节8节，申命记19章1到13节，已经有读过避难城的设立的用意甲伊的功能。避难城主要是要互遐个伫无意中刣死人，也就是过失杀人者会当有保命、受公平审判，甲有期徒刑的软禁机会。这通讲是一个司法机制的设立。无意中犯着过失杀人的人，因只要有才调走到避难城来请求保护，避难城的长老所调开的法院就爱接案受理，查明真伪。若假使是真诶，就收留、保护、软禁。到伫现任诶大祭司换人，遮人才会当出城门。若是随出城门去互报案诶人撞着刣死，这就甲避难城无关系。若是蓄意刣人，毋过走到伫避难城的人呢，当查明事实，也得依照一命换一命的原则判因死刑。因为以色列伫迦南地分散伫约旦河的东西岸，佮对北到南也真宽长，所以伫东西岸南中北也各设立3座避难城，也是照距离来分配，总共有6座的即个避难城，分别是东边有戈兰，属伫即个马拉西支族；拿抹属伫迦得支族；比色属伫路边支族。伫即个约旦河的西岸有基列斯，属伫拿弗他利支族；示剑属伫以法莲支族，以及希伯伦属伫犹大支族。避难城拢是各支族无条件保护利未人大甲管理的城。这个部分咱伫后礼拜会继续讲到。约书亚记19章到20章，这对咱的教示。头一项，咧讲到着支族同盟、全民团结。支族同盟、全民团结。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子孙，也是上帝的选民。雅各伊有12个囝，一个查某囝，分别是2个某、2个细姨所生的。2个某利亚甲瑞吉因是亲姊妹仔，2个细姨是某的查某囡仔色帕甲撇拉。利亚生的有路边、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以及查某囝底纳。通讲雅各一半的子孙拢是利亚所生的，其他的某甲细姨因各自生2个。瑞吉生有约瑟甲便雅悯，约瑟的囝马拉西甲以法莲后来诚侪顶替做2个支族。过来有撇拉，撇拉有生但甲拿弗他利，希帕是生迦得甲阿瑟。因后来拢诚侪以色列12支族的祖先，伫旷野的时代，伫征服迦南地过程的前后期，12支族因无分因的祖妈是倒一个因是倒一个祖妈所生的后代的支族，因12支族形成同盟关系。也全民团结，有即种民族意识，做伙行动，真个大项的代志，
是各支族全民做伙参与甲行动的。到伫分配土地四线以后，因才各自拍拼经营伫因所得到的基业。毋过呢，咱嘛有看到讲，伫后来历史因游园彼此中间保持联系，无失落即种的支族同盟、全民团结的基本精神。这对伫民族甲国家的形成团结是有介大的作用。咱台湾是一个多种族、多文化、移民的社会所组成的国家。基本上，咱是分县市，透过民主化的选举，组成各地方政府甲中央政府。各地无同，虽然有地方的自治，毋过也有中央的总统通管辖全国性的事务。以色列人因的支族同盟、全民团结的精神，也通适用伫咱对地方的政府参与甲中央政府的支持监督，互国家运作会当搁较好势。第二，约书亚有领袖的风范，就是伫咧无福利的时是掠全民做优先，家己做落尾。约书亚是一位杰出、搁伟大的领袖，无论伫政治上、军事上，还是社会，拢是真要紧搁杰出的领袖。伊有即种领袖的风范。伊做代志一般也拢较爱用议会制度。咱伫约书亚19章51节，则讲分配土地的作业，除了伊本身以外，阁有大祭司甲各支族的族长做伙聚集伫示罗会幕的门口。会幕的门口，也就是后来咱咧讲的城门口也是会当指是教会的会议室。因做伙开会参与，顺服上帝的安排，就是透过抽签的方式来安排伫因的各支族的土地。而且，约书亚伫分配完所有支族所住的土地以后，伊才拍算家己的产业。伊无因为家己是一个领导者就要求伊爱凡事优先嘛得爱帮伊来起城。伊是家己的基业，家己经营，家己的城，家己起，用这做原则。即种全民优先、家己做后的领袖风范，伫今年初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中间，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伫伊的信上，咱也通看到，伊甲美国甲国际的社会讲，伊所需要的毋是逃亡去别国，是留点乌克兰甲伊的人民共同来抗敌做伙存亡。这感动着伊的人民，也感动国际的声援甲志愿。咱无论伫家庭、伫教会、伫工作的场所，还是社会，咱是做主管、头家、牧者、中级的，咱也着要有即种用大局为重的心性甲风范。第三，用公权力来保护人权，用公权力保护人权。伫这个世间，无迄个制度也是法律是100%会好甲完全。君王制度甲独裁政府，若是好的君王甲领导者，因会带互国家甲人民相对的幸福。总是若是出现坏霸，也是无能的统治者，国家甲人民就会受压迫，成做牺牲品。民主制度看起来是较文明
进步的集体政治。毋过，民主最大的弱点就是用民主来反民主。过去地方的恶霸乌道甲金牛，当因选调议员也是地方首长，摇身一变，变成做是即个当权者拥有公权力会搁较厉害，搁较恶罗无齐。另外，民主政治也容易互有心的外国势力利用即种民主选举来买收因的代言人也是代理人。虽讲是安尼，圣经也是倾向伫人类社会需要有国家甲政府，毋管是君王制度还是民主制度的国家，用政府的公权力来保护人民基本人权，替天行道，执行上帝的律法。避难城的设立也是伫互遮的无迄种误杀人的人通有人身的保护即种的机会。二来，避难城也是一个由地方的精英，就是城的长老所组成公正的法庭，受理案件也得爱秉公无私来做判决。查明被告是毋是真正无辜，也是无辜，也是即个蓄意杀人，无辜者有通住伫避难城受软禁保护。若是杀人的恶徒有缘，就要受定罪制裁。上帝的律法原本是好，摩西的律法规定伫法庭作证就要公正，而且要有2个证人以上才通采信。毋过亚哈王的某亚西别收买2个假证人，陷害拿伯定伊死罪，佮霸占伊的葡萄园，充公食做王家的后花园。最后所也捌互犹太即个公会收买假证人控告伊谤读上帝。总是咱也爱会记得上帝设立政府的用意，就是为着要彰显法恶。当权者是毋是有真正堪得诚做正义的使者，人民甲公仆，这也是咱爱来学习甲判断的。以上愿主祝咱所听读即个圣经的教示，咱做伙来祈祷。主啊，爸爸上帝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伫即个7、8月有济的风台，毋过你有缘爱阮来仰望你，风台对阮台湾也有好处，也有当时也有即个霾状会倒挂的即个问题。我嘛伫主你面前，求你也帮助，互阮也学习亲像是约书亚一样，约书亚伊掠全体以色列的福利做优先做要紧，甲家己即个需要刻伫后面。求主也看顾帮助，互阮也诚做有量的人，也帮助互阮伫即个武汉肺炎，阁毋是甲伊明朗化的中间，全世界嘛拢通早一日来脱离即种武汉肺炎的流行甲威胁。阮伫你面前献上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上帝会行做搬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
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于到万世，代代无煞。阿面。